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娃娃 TV。最近我在美国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，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现象。我妈她以前在台湾是雅马哈的钢琴老师，现在到美国来呢，就在家里自己收一些学生来教。她的学生要不是华人混血了呢，不然就是 ABC。反正就是那种虽然听得懂中文，但是不是很会讲的那种小孩。而我妈妈是那种虽然听得懂英文，但是不是很会讲的那种人。所以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呢，常常会出现一种有趣的对话场景，就像是这样。来 ，Evan， 你先弹一次音阶。No, I don't want to play 音阶 I want to play for Alice first. 你先弹一次音阶嘛，弹完之后再弹 for Alice，OK？ Okay, fine. I will play 音阶 first, then I will play for Alice. 好，那开始。没错，就是这样子的对话。我妈妈用中文，而小孩们呢，全部都用英文来回答她。我常常在旁边看了，就觉得很想笑。我本来以为这种场景呢，只有在我家才看得到，没想到前几天我居然在我们学校有看到这种场景了。很多小娃娃们应该都知道我有在学日文。而我这学期呢，在学校也有拿日文课。我在开学没多久的时候呢，因为课程时间的关系，我去了日文老师的办公室找他商量调整时间。而在我跟日本老师说到话之前呢，我前面已经有2位同学也来找老师谈话。就在我排队等候的时候呢，我家的场景出现啦！日文老师他一生懸命的在说日文，而学生呢却一生懸命的在说英文。然后我在看办公室其他的老师，他跟他的学生们呢也是一样的对话方式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，这种对话场景怎么这么熟悉的样子啊？没错，这不就是经常在我家看到的场景吗？然后终于轮到我可以跟老师说话了。Hi Sensei, I sent you an email yesterday to ask if I can. What the？ 我怎么也开始跟老师开启了英日对话了呢？奇怪了，我明明就会讲日文，为什么我不跟老师讲日文呢？我以前觉得好笑的事情，我居然也开始跟他们做一样的事了。而当我走出日文办公室，经过中文办公室的时候，里面也是一样传出了英文跟中文的对话。经过韩语办公室、法语办公室、德语办公室，都是一样的对话场景。为什么我们明明就听得懂也会讲，但是面对老师的时候呢，还是选择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呢？有小娃娃知道为什么吗？请留言帮我解惑，谢谢。然后我想要问一下小娃娃们，在自己的国家学别种语言的时候呢，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我记得我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，因为英文老师呢都是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，所以我们只能用英文跟他沟通，所以这种情况自然就没有出现过了。而在学校英文课的老师呢，也都是讲中文的英文老师，上课也都是中英穿插，不然就是逼我们一定要跟他讲英文，所以这种情况也几乎没有出现过。那各位小娃娃们的身边有出现过吗？也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哦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，然后也不要忘记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